新闻开始来关心去年5月份，伫新北市的沙丁埔有一个24岁的查甫人，伊叫做张丰义。伊杀死丈夫，牵手将人囝了后逃亡，尾仔互抓到，移送法办。新北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开庭审理了后，甲伊判死刑，褫夺公权终身。这嘛是国民法官判死刑的头一个，也那专案也可以当上诉。嫌犯的家人真的只爱狗吗？我们家的3条人命呢？就这样没了。家属哪哭哪讲，心内正受气。代志发生伫咧去年5月，新北市沙丁埔24岁查甫人张丰义，杀死伊的丈夫、牵手加3岁情人囝，还佫偷摕丈夫的存款簿啊、信用卡加财物，升级伊的交友网站会员，为跋筊网站的独特金，走去台中美。选出6名国民法官，4名备位国民法官，与本院合议庭3名法官共同审理，宣判结论如下：应执行死刑，褫夺公权终身。是死者的家属几多天拢找无人，报警入去厝内看，才发现3个家庭死伫咧眠床顶。新北地区国民法官庭一个合议庭伫审理了后认为，现场的查甫人杀人了后走路，超工对儿童犯杀人罪。动机恶质，依照杀人罪，成年人超工对儿童犯杀人罪处死刑，褫夺公权终身，案件会当上诉。当听到的时候，我很感动啊，我也哭了。可是，毕竟我觉得还没有定验，万一对方或是现在还有所谓的黑死联盟，他们如果真的出来，那又是一场仗。法官讲，现场的查甫人伫精神鉴定的时阵，讲伊也是太丈夫，表示伊完全无后悔意思，将有可能佫犯暴力罪行。因为案件一个会当上诉，所以接落来一关照司法庭司继续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